講到今早起，這高雄田寮有一搭別人園邊仔的頂仔拿着火燒，民眾趕緊通報這消防隊來拍火，想要到火一個拍花，卻發現講有一個婦人人倒佇咧別人園內面，已經無氣咯。佇咧現場也找到一塊炮啊，警方也推測講，真有可能呢是這73歲婦人人為了放炮啊趕到，才引起火災，家己佫無細力跋倒，才走袂赴的。詳細原因佫需要釐清。塗骹燒甲烏麻麻，雖然火已經拍掛，也是溜溜啊咧慶煙。高雄田寮一部竹拿早起有民眾通報火燒，消防到規甲火拍掛，發現一個婦人人倒佇咧塗骹已經無喘氣，邊仔玻璃園佫發現一塊沖天炮。警方表示，73歲姓郭的婦人人，敢若是為了放炮趕到造成火燒。厝邊講，真正伊都捌放炮趕到火燒2擺，想袂到第3擺連家己的命嘛燒無去，實在是因為台灣狗甲當地農民起底傷忝。在這糟蹋我們的果園這樣啊，對啊，甚至說跑到我們的豬舍上面這樣子走動啊，就這樣而已。那他們如果出現大概多幾隻？哦，都20-30隻有。為了乾脆放棄啊，放棄，伊就唔愛種啊，無種嘛攏搞這個。初步研判，疑似誤燃竹林的雜草，死者於救火的過程中不慎跌入山坑火場，自身憾死。民眾講，附近的狗真正多，果子也唔那慢來食，佫慢去耍佚佗。農民唔那佇咧園邊飼狗仔，為飼狗顧狗，佫定拄用炮仔聲來嚇驚狗。不知狗放炮仔風險傷懸。台灣狗共存推廣協會秘書長就建議，農民會當參考這陣政府咧撒的電網，安全佫有效果。防喉電網伊有補助，嘛有像迄個桃園農改場有開發一款紅外線聲音的驅趕器，伊有搞來也偵測，然後呢，也可亂數播放聲音啊，像炮仔聲、人聲，也是廣播電台的聲來驚動物。農業局講，今年較早田寮區攏總接到2件台灣狗傷車死的通報。農業局除了會提供長狗的人仔以外，這陣佫有補助農民申請電網，希望借着科技的協助，會當減少人甲狗的衝突，嘛避免發生類似的意外。記者柯嘉如、邱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